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的頻道。今日我哋要講下音響系統的一些知識，特別係喇叭接駁的兩種方式：低阻抗和高壓接駁。唔理你係音響迷還是剛剛入門的白紙，呢集都會幫你學識如何讓音質更上一層樓。要學習如何的環境和需求，選擇最好的音響解決方案。我們即刻開始。喇叭的主要接駁方法分為低阻抗 （low ohm） 及高壓 （high voltage） 高阻抗兩種，常見於不同環境及需求下的音響系統設計。低阻抗接駁亦稱為定阻接駁，多見於家庭音響、Hi-Fi 或小型 PA 系統，常見阻抗有4歐姆、8歐姆、16歐姆等。其特點包括：第一點，喇叭接線直接從擴音機輸出端連接至喇叭，單一路徑直達。每組喇叭需獨立接駁或並聯和串聯計算總阻抗。第二點，適合喇叭數目少、距離短，通常10米內的場合。第三點，需留意擴音機及喇叭阻抗匹配，避免總阻抗過低導致擴音機過載。高壓接駁又稱定壓接駁、高阻抗接駁或70V或100V line，多用於商業廣播、校園、社區、酒店等擴音覆蓋範圍大，需要多支喇叭且距離遠的情況。其特點包括：第一點，擴音機輸出端經過聲壓變壓器，提高至70V或100V，喇叭端需配高壓定壓變壓器。第二點，所有喇叭均以並聯方式接駁，計算總瓦數不需計算總阻抗，僅需確保全部喇叭功率不超過擴音機額定輸出。第三點，接線距離可以大幅拉長，數十至數百米，信號損耗減少，安裝更靈活。